我係改鳳，我係一個小說家，對藝術家朋友嘅咖啡館裡，等一個老朋友點一咖啡，聊一段客家嘅風法。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改鳳。今天呢暗上風法嘅節目，請到一隻當創業嘅電台主持人。大家應該看到我順後有一隻正經嘅金鐘號。今日請到嘅係安尼當創業嘅電台主持人盧國勝大哥。每日一隻天天，到目前為止，國勝大哥可能拿過親手3組以上嘅金鐘獎。這麼一隻廣播人才，做得到按到金鐘獎嘅肯定。好像今日其實咩當好奇，想要提講用聲音讓佢來留聽眾接觸，用聲音讓佢來講出上一年該當講出嘅故事。所以我比大家還要好奇因為今日他們作為圍繞着電台呢件事情，所以先請國勝大哥留客家電視台大家問候一下。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國勝。今日請歡喜來到我哋高老師嘅節目底拜。國勝大哥其實冇咁簡單嘅，真係冇咁簡單。一開始我先因為得到按到金鐘獎嘅肯定有一隻點其實從一開始因為國勝大哥做廣播主持另外一個工作，超過20年。23到24週我冇去算啦。冇去算就23、24年全部投身到呢一個產業裡邊。錯。但有幾冇清楚嘅時間，係讓嘅踏到呢一個電台裡邊咯。在之前來講之前來講，我因為對萬世因為屋企唔係講親有錢啦就是小康家庭。我因為爸爸媽媽用80歲年，我是老幺，所以其實萬那囝好老花啦那因為我媽媽好老年，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有可能對萬世有談愛哥哥愛。這一類行業的廣播有對於收音機底播業的世界充滿了好奇感。垃圾佬的世界。尤其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哥在聯考的時候高中聯考放榜的時候全港人這個就是靠在這個小小收音機底播得彈羅茂盛，咁有家3隻師來出現，哇！那時候覺得。哇！原來一個小小收音機裡面有這麼大的魔力啊！嗰時嘅其實收音機廣都還蠻有按到電視嘅一隻時代嚟講，廣播其實喺很多電視前面。佢廣播一種用透過聲音來傳遞訊息，所以嗰個時代其實輕重要一種工具，每一種載體咁樣。23年、24年一隻經驗都列下，我想中間一定發生很多事情。好。剛入行嗰時嘅國勝大哥有讀到乜嘢當特殊嘅事情？一開始因為我考上了世新廣電的時間在那個時候我還有一點功法有點問題，我是一個咬字應該大舌頭結巴的一個鄉下小孩。講客也講貴年，講貴年講客講法啦講法，因為有可能我爸爸客人又比較上講嚴肅比較嚴肅，所以有時講法我又親好問題根本我爸爸有時講個點好冇？所以你按到問題就對，所以呢有可能一種嘅環境之下就唔敢講法，唔敢講，那積壓已久之後呢又變成口疾。所以我教1年，差唔多對高中到高中3年，大學1年先一下，其實是口疾很嚴重。有按什麼問題？嗰時嘅人都考到世新的呢？考上嘅教1年也考上公家機關啦。那時我爸爸講，
可能冇去读书的啦，我讲法讲法讲唔出来。又讲唔出来哦，又讲好老话，讲袂赴人听啦，好，所以他人讲，赶出去上班就好了啦。可是我那时候想说，好不容易考上我心目中理想的学校，理想的托给课，你讲想办法啊，去看有没有方法做的矫正。这是个用的方式，让口疾那种问题改变的。我老师同我讲，有可能係自己心理的障碍，有可能無法度表達自己嘅意見啦，有可能有想法無法度去講，所以就叫我說，每天你給自己1個小時，1點鐘嘅時間去念報紙啊，念報紙。念不你談我，要念不這個談。念不這個談。我後來想說，1點鐘夠嗎？我就花了3個小時。當你3點鐘啊？明日咯，當日的時間。哦，可以花多多時間？差不多按你前後花了大概半年。半年的時間。半年。再慢慢的講發出哈蒙，寫時間的問題。錯。其實每當會一隻嗰種發聲老正音，能夠學習咬字的一種。對，也在這半年底，包括我來講，根本人對於品讀空來人嚟想講咬字怎麼咬，字是都搞不清楚啊。我沒可以哦，因為我寫時間以前。你懂寫時嘅啊？嗰時嘅還在推行啲國語教育嘅，所以講其實原則上都係希望唔到學校嘅時嘅冇講母語，都冇講下時嘅老師會罵你，唔過嗰時嘅寫全部啦，講下冇強下太咩，所以唔講嗰過年都有一隻強，而且個最隻強啊，做客家強啊，所以嗰時嘅講嗰過年嘅時嘅就同一本同學寫啊，嗰時嘅嗌每有一段時間係出家。老師講，你一定要想辦法攞啲講法強來改的那改編。係冇學校俾你寫完了，講話就講下慢一些的，然後大家是就還用力些去講。哦，米扎斯就是一定要慢慢的。各位好，我是高逸峰啊。慢慢咬字清楚之後，才不會被人家覺得你是客家人，就你講話有客家腔。是。其實嗰時嘅，因為那件事情啊，其實心裏都啲行記得，就講以前讀書嘅時期不過有時嘅嗰時嘅都中南美讀書時，中南美講好咯係咪？你條本講事件嗰樣，所以嗰啲時嘅就bản通講清楚嗰樣，就分兩邊，一邊講下嘅，一邊講好咯嘅。唔講做小嘅講好咯嘅，唔知係有好咯強嗰樣，呢邊講下嘅就變小講有下強。所以其實語文呢件事情嗰陣可以做廣播嘅，人聲音就係識範嘅工具，識條路嘅一隻工具。所以其實嘅冇放棄，做乜呢？因為對廣播按太熱情。可能是也是受這個羅小雲，還有倪培培李繼準老師他們的影響吧。非常時代。哎呀，也是想講，哎呦，按不調的時間按鬧年啊！那時候就是因為要準備聯考嘛，3年的時間又邊聽廣播，然後也邊準備。大部分差不多都是1點啦。李繼準老師片頭一放，我們就睡着了。但是你就差不多當年就談幾安博啊？差不多就陪伴啦。其實以前是廣播電台嘅主持人陪伴我們，冇想到係一下做你的陪伴的角色。咁樣當中因為講，其實以前的廣播節目要天台就是給予一種發布新聞，傳遞重要社會事件，然後一種使命任務都可以。當然啦，慢慢的就有一段時間就移轉到電視，後來又慢慢的移轉到網絡平台。所以在嗰個時代，其實國聲泰國其實對廣播有按樣嘅使命感，因為你後來有一做天台嘅記者，參謀新聞嘅記者，佢轉變有一樣嘅。因為我多佢是我公司才，我是從地下電台，全中華民國地下電台來做工讀生做起嘅啦。因為那時候我剛好是差不多太學3年嘅時間，那時候大三往大四嘅啲時間比較嗰麼。按從嘅也咧課業壓力香港20條，你沒有夜間部嘛？因為當兵回來再去念書，總不能再花家裡太多的錢。全部都讀夜間部。去讀下咧夜間部，用20條去咧外商公司做業務人員，
然后差不多下晝哈，6點人要去天台，一天馬上欣賞給修，然後就是去當空音人員。那歷史我想講，前一堂也咧，你講也得有2個人哈，都擔任主持，怎麼主持個節目？不然的話，有一日我有可能我坐台調整，主持節目的時間，我容易 handle 這整個的2個小時內容，哎呀，就按那情況之下呢，就讓我覺得說，不管是就算沒錢也沒關係啦，我要去做下咧空運人員。其實個打工可能冇錢哦，沒錢了，只有一個便當，有點偏懂，有點偏懂，好像我就想講，至少這樣也可以省一餐嘛，哈，又做的學習，而且是最實際的學習。啱啲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對地下天台安樣嘅時代有一度嘅認識啊。那對我來講，其實你對地下天台呢一隻詞彙，其實係充滿幻想嘅一隻感覺，因為你總會覺得一到年度嘅上映嘅配合，看到一隻房間裏邊，唔知佢做乜嘅事情安樣。我等下你開節嘅時間就來看一下看到一隻細細嘅房間裏邊，做一隻天台主持人，做一隻天台記者，做一隻天台節目嘅一隻規劃者，到底係點樣來按照節目透過聲音做出來，喺度嚟談嘅國生太鼓嚟談下，佢到天台裏邊到底做乜嘅節目，做乜嘅事。相信喺度人就來談嘅節目內容，兒童嘅這種嘅東西來切過嚟。來到地下天台，我哋看到因為米類嗓音沒講很有專業，但是他們的內容是很專業。那我就是在那邊見識到口音的魅力，口音的直接立體的反應哈。睇第一時間禮拜，假使要嚟主持你去感冒3兩3，馬上就被撂倒了。其實佢有一種動強的煽動力，會冇？會哦。今年談到國生太鼓談佢講佢第一隻工作做喺台灣的地下天台。其實我對地下天台一直有一隻種浪漫的想法，就以前就台灣當到嗰種理想主義分子全部都讀地下天台地方樣。所以我還有想嘅事，我想當到以前的知識分子也想要透過天台去傳遞自己理想嘅人全部做喺做地下天台去。我都開始時節也俺欣賞木眼講有嘢的興趣嘛我就講，因為我們那個摩斯密碼我不會打，說電台啦，不是在這個情報局的裡面做情報員。也是俺又想講，幹嘛去選空姐你啊？那一去說，怎麼裡面都這麼多的教授啊？我想講，教授應該唔可以講開學生嘅場所啦。所以那時候，俺爸爸俺又同俺爸爸媽媽講嘛，爸爸媽媽說，這個注意到安全就好在短短的那半年差不多到1年的時間，我真的覺得我吸收了很多就是很多的原來俺哋平常是課本看唔到呀，平常是談唔到的東西，都全部睇地下天台地方就看到。其實幾隻時間雖然時間冇講當長，不過我感覺其實佢對國生太鼓按多年來堅持想要做廣播電台那件事情，還是多多少少一定有一些影響吧。有像講俺嚟做廣播電台，第一點有裡面去感興趣，自己的興趣。第二點就是你自己的使命感，使命感非常重要。因為上個一睇廣播電台穿咩太前穿咩第一桶金，冇可能不太可能，除非你要再兼任其他的一個工作。咁我要從俺哋欣賞團嚟講嘅一定要有興趣，要有一個媒體人的使命感。裡面有的使命感，不然了解到，為什麼這些所謂的教授，他們可以受到大家所喜歡？因為以前的俺嚟講，睇唐羅姐他們的節目的時間，他會講，哎呀，他真是就像倪佩佩倪姐片頭，浩瀚星河中，您是最美的一顆星好美聲但是呢，來到地下天台，俺嚟看到，會唔會米類嗓音咩講很
很有专业，但是他们的内容是很专业。佢谈咩内容嚟？嘿，操！佢唔係上演天天，佢好像想动到，佢想要传递出去，老观众互动的那件事情。还操！所以那其实佢第二天的干合法，唔是啊，我去做时间蛮冇合法操。佢唔是愛走嚟走去，講嚟講去啊啊，另外就是講，我哋看到一般市面上嘅也做緊，你講傳統的廣播電台哈，大部分全部都係用錄音的，所以也沒有什麼叫口音。那我就是在那邊見識到口音的魅力，口音的直接立體的反應哈。睇第一次嘅電台，假使要嚟主持，你七感冒323，馬上就被撂倒了。其實做 live， 係。就是 live 天台節目，一直當強大一種瀏覽力。所以如果出家做口音，做得引來引去啊樣。就是個國聲泰國還記得這個加被貼一隻 live 節目。合法之後的就是現在 News98 全民廣播電台替國會風雲，那入面眼七個又係對於啲全民電台出來嘅記者，然後又自己是那個新聞部主任嘛。所以我下面還要再帶4位記者。但係時間底部吼，我去到立法院，包括我今天我去密些時間，警衛都說你是哪個電台？這個不是地下電台嗎？我們不能還蠻正過的是吧？蠻冇狀況講講合法，一共合法拿證件拿出來啊？哦，我才知道說哦，原來就是我們還是在被人家哈。認知上和那一張還處在一個不合法一個時代嗰邊。錯。哦，咁樣做一隻國會風雲的 live 電台。錯。佢做乜事情啊？現場廣播嘅就表決乜嘅樣，然後乜嘅議題樣。乜議題，根本就係講我要把這個錄音錄下來之外呢，把去訪問到要嚟立委。好，我做現場的時候是8點到9點，8點又把電話連線，根本又要搶一堆都天黑天長。剛才記得我第一集哈，因為那時候趕鴨子上架哈，做乜嘅？你想講做嗰段筆記啊，就老師你做嗰段筆記啊，結果哈，差不多半點鐘就講起來，哇，後面半個小時怎麼辦？啊，也是又好多啊嘞。地下電台也是開放 call in，是啊，後面開放 call in，沒想到從頭熱到尾，幫我解決了一個難關。不過，你提到嘅不管你廣播也好，也係電視也好，其實佢對處理咁樣嘅政治嘅一種訊息哈，你廣泛嚟講，全部來變到種用政治訊息啊，所以其實佢有一種當強嘅煽動力，會冇？會啊。夜視天台比較商業力量哦，其實不會輸給電視媒體哦。不過，剛剛國聲泰國講到叫做 call in 哦，那其實有一隻點講，因為聽眾嘅老唔用聲音溝通，所以你這個要行出廣播間、錄音間，都實際嘅攞俾老七個聽眾接觸嘅經驗冇？幾多哦，因為在之前，你講我的廣播人是見光死哈，所以好朋友我真的是我還可以見人，因為嗰當然想講有這個神秘感嘛，你想講哎呀，用最後都要咧聽眾朋友保持一定的距離嘛。那結果其實去做到嗰度現場節目過後哈，嗰度聽眾朋友又想個好奇又，還唔講，根本又。寄相片不矮啊，所以我那時候我們還要拍那個定妝哎，還要拍簽名，就跟藝人沒什麼兩樣嘿。佢國聲泰國其實個擋風啊，你睇2年他做網紅，做電台紅，沒有以前還是小鮮肉啦，哎呀，他沒古老肉。聽眾朋友想講希望做得看到藝人啊，你有看過你冇？有啊，有時從尾我有可能。你乜故事做啊？大家分享一下。我記得有一擺哈，我接口音的時間，喂，你講，喂，阿公，哎，你講較大聲嘞，我聽無。啊，他說，哦，國聲，啊，他就講話很小聲，講，啊，你就拜託啊，這靠近這個你的電話筒一點，
我已经很靠近了。我讲啊，你上年都没按谁上啊？魔力又讲因为他全身上下只剩下嘴巴可以动啊，那很可能啊。他就是那种类似渐冻人那种的哈，又有一些你讲应该算是做的功法，做的功法，但是全身上下无法突听图哎啊。那然后想讲真的假的？人家是骗我的话，我会这个微服出巡哈。后来我就真的去到他们家，然后去到那边的时候，想讲真的他就是躺在家里的床上啊，然后说按用靠天发以后。那他们老公靠再不爱讲啊嘞，那我那时候想说，哇，怎么这么辛苦哈？讲按我一多生意，你还讲用上扎，这个躺着不能动嘛，又是台北的天气归冷啊，又湿又冷，我都还记得又湿又冷的天气，又想讲，你能不能把我棉被哈稍微往上拉，因为一直虽然不能动，还是会慢慢往下滑哈，对，拉棉被的时候，棉被那种暗虫啊，哈，变湿气痛重，湿气啊，没有，哎呀，那个湿的感觉哈。啊，兄弟，啊，你们家就只有这个棉被啊？说对啊，我们一家5口都是一起睡这个。我说那这样会暖吗？说没办法。阿兄讲心里就有个底，我就是想说，等下就去百货公司去买一个皮棍，买皮棍，有。送亲自，我无去送到伊就无卡地杯啦。因为佢讲讲起魔术，系讲起魔术，我讲人讲哈，假使老公，你想讲你会不会？然后就以为我们怎样哈，不去假想这些东西，我只想说把这份温暖送到这个地方来就可以。其实刚刚国生太古讲了段正经的动感的一只真实的一只小故事的不过其实天台的人行出天台去老听众接触按样一种温度，其实做迄按接咧讲广播电台一只暖广播，对一种有温度的声音。所以那件事情做迄广播用声音传递讯息，亲本人感通一只点。好像下一节的时间，再过来谈一下20年的罗国胜太哥，佢做天台地位，拄到按到乜嘅事情，按到乜嘅人，在等你来的事情，又本起乜嘅样嘅感通，安尼海带来谈。天台有个董宇兄讲这个已经夕阳产业了哈，可是夕阳到现在，我还是依然存在啊。你讲很想你谈广播，其实一天同事。未来的媒体就是希望大家走出自己的范畴。原来我以前到现在，我都不断都在做这些事情，亲自去到伊个面前对讲法对拥抱，温度是不一样。各位观众，其实前2段的话，你谈到国生太国咁多的动作，其实让你感觉有一些距离，我有一些熟悉的这种广播世界一只记忆，还有一只加谈到其实当感通一只故事。当然谈到2段以后田正主会想要提讲，国生太国这个样的去想，就天台底下存在一只目的，以这个样想。就金钱历经过的这些影响力，像渐渐由你讲外在的影响慢慢走进内化了啦。里面你讲影响多大？其实现在影响最大的，我相信这个高老师你也知道，可能用路也来提防可能影响最大的。里面有可能又做得躺，也做得看，跟天视台其实。一听到有也来定频甲埋我了解到也在相关的也在提防而且他的你讲对面对看天视这个其实感受度又不同啦，那跟看你讲那种网络媒体有什么两样呢？所以慢慢又像讲也在面路就是很像就是劈腿了，把媒体劈腿劈成就是我横跨了电视又横跨了广播，
所以就是它就等于 A 加 B 等于大于 C 了哈，所以那里天台个董宇想讲啊，咁要冲20年前啊，爱托是新的世界，又讲啊，这个已经夕阳产业了哈，可是夕阳到现在，我还是一样依然存在啊。你是哪一个位还没读了？对呀，你这个只要说你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媒体，其实我相信，就像之前个呢，非常非常担忧的人工的插播点嘛，有想讲有英语要补业嘞，这个会被他击倒，会被他搞的，就是已经这个怎么样？可是问题是，它存在的是什么？人情味。你去 Seven 嘎是少了1块钱，店员绝对不会卖你的。你去那咧杂货店啊、插货店讲，这个郭先生啊，是不是口袋哈还缺了10块钱啊？冇要紧啦，有拿几有限了，过了也时间来涨了版就好。那你就觉得说，就多了一个人情味。俺的广播也强用啊，就除了陪伴之外，我们增加了很多的互动，然后情感的联系是你讲的哈，细水长流的，越陈越香的。按你讲来讲，其实按你刚刚因谈到的，其实係天台一隻媒體嘅一隻功能。係按你剛多少沒有談到一些教育？係教育。教育嘅問題。那天台其實以前對於些時嘅，我說對於些年其實係一種統合教育嘅一種平台。當然，後尾咧慢慢轉到電視，慢慢轉到網絡去咧。所以你下樣去看呢隻，其實視為一隻平台去結合講有媒體嘅功能，又有教育嘅能力效力，又有一隻老青年嘅兒童。因為這裡經驗嘅，你講好想你談廣播其實一定懂事。前面那2集你還做講得出來，你講得出，臉都還好想嘅青年也好，也係青年也好，就是都年輕嘅老嚟的，加入綁過來，是都嗰陣那個你有想嘅呢？我差不多20年前哈，我又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了。我想講有一年，我冇希望講去做廣播電台也來主持人，我永遠就是躲在這個錄音室裡頭。我想講我也是一個人，我也是平常人，我為什麼不能走出錄音室跟大家碰觸在一起？有一拜，你講沒啊？那個占星學的老師也好了，反正就是有短講，星星王子，所以在講，未來的媒體就是希望大家走出自己的範疇，把自己的 open your mind， 哈，又講他們去把自己的心打開，接納每一個可以合作的可能性。你講21世紀就係跨領域合作的世紀了，唔係講去一個人做得睇底杯，又做得成就了全世界，成就了你自己，冇可能啦。所以在好多年前，就是其實也是自己本身跟後來訪問的過程當中，想原來我以前到現在我都不斷都在做這些事情。我想講，我靠天發去補聽眾朋友，佮親自去到伊個面前對講話對擁抱，溫度是不一樣的，感受也不一樣的。嗰陣喺個，因為人家有講行垂咩？嘿。嗰時嘅其實嗰個年代，你還咧懂習慣用傳真啊、下士啊，然後傳遞訊息，有數個嗰種特殊嘅信件，也係傳真也安樣嘅冇？有啊。除了加口音之外，有乜個特殊嘅？之前有啲台中嘅聽眾朋友啊，有入面也訪問到啲韓國的一個出家師父，裡面出了一些漫畫書嘛，漫畫又讀有啲兒童小朋友有直接關係的一些這個教育性的一些東西。我喺香港睇節目底部做的送3本書，我有想講我要開放那個你講咩呀？傳真嘛，傳真的看滿你回答問題。用傳真用傳真。結果呢，看，俺的製作人講，這個你看看吧，可是有啲我記得像姓黃黃媽媽有想講對伊蠻年輕的時間，家父也老公
始从一还会有家暴的问题啦，哈，家暴问题就想讲，心里啊就会难免想讲，你讲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你讲就是刚唔错就说呢嘛，追求于把希望放在自己的儿子身上，刚冇想到老公向面去可能啉酒醉吧，哈，喝醉酒就出车祸过世了啊，就出车祸过世了。后来他当然就希望就在他的儿子身上，冇想到也来一通也没啊，逢甲哈，出逢甲时间，又去有英语过来讲，比妈妈讲，我不好搞2E的，你讲我爱认真，不读书，不盼得不做家里的事情，又希望讲冇像我爸爸安的，那么安你不敢那么的伤心哦。他儿子也可能知道自己这个一个问题很伤妈妈的心，啊，冇想到又去搞那个自杀，又提去搞疯给地方自杀。咁而妈妈鼓励想讲，那么也人生那么多到安尼的事情哈，他觉得说上天对他太不公平了，就充满了那种个冲，你讲原来老天爷都没有睁开眼在看事情的感觉。啊，也是俺制作人看到也来传真讲，我们要不要给他一点鼓励？可是呢，就只有3本书，该怎么办？啊，像俺也本送出去呀，讲按起来不是留，我说啊留这个干嘛？这个温暖可以送到对方手里最重要。那毅然决然又送出去，过后嘞，俺就隔天的 live 的时候说，昨天哦，我们收到了好多传真，但是有其中一位特别让我们的特别来宾感动。可是因为我们当时那个是预先录音的嘛，并不是 live， 那师傅早就已经回韩国去了。跟他想过，那师傅说啊，这位特别来宾是他觉得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呢，原本俺来送3张嘛啊，再多加码一个，就是这个有亲笔签名的那一本。哇！所以他收到那本书的时候，好开心，说原来老天爷并没有放弃我。所以对我一点小小的动作，想讲这个没什么，可是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拥抱跟温暖。其实无同国生泰国人讲吼，其实还唔止讲广播人有暗度的嗰种互动感，安尼哦。错啊，真嘅。各位观众，其实连那两团吼，就谈到当感通的故事哦。其实当然也想象啊，因为刚刚国生泰国没有讲，天台主持人啊，当多都见光死啊，就是大概就不成为一种讲法哦。不过到底国生泰国让的图录音地杯录音，让的记录加给观众进行线上的互动。口音也好，也係用嘅方式去做，用來也好。我說海端安尼段 VC 啊，可以下國生泰國佢自家做錄音嘅地方，佢工作一樣嘅。你最近在忙什么？我那囡仔可能会回来啊。会回来陪你啦吼。你至少袂讲，互你一个老孤单一厝。袂啦，孤单嘛无法度啊，做咱做亲情是安尼，你安怎讲？咱前几天那个打电话回来问啊。好，要紧啦，妈妈，若无迄吼，你就打电话来甲我开讲就好啦。安尼听你心情较好无哈？因为那是不灵养啊哈。哎呦，我听人讲，我后安尼叫我歹势到要死。袂啦。阮家己的囡仔嘛无安尼叫甲遐轻着。欢喜就好啦。欢喜着，你敢知？好，开心就好了咩，对吧？好啦。我安尼甲你讲咧，安尼就好啦。你那个，无你下暗吼，头啊遐放一块迄个歌，互我听好无？好，什么歌？唐飞的歌啊。好，莫讲放啦，讲报啦，放有味啦。好啦，爱讲报歌，伊也讲报歌，无你若搁放一遍，我就要罚钱哦。好谢啦。没啦。好了，妈妈，谢谢你嘞，哈。没啦。OK，好，拜拜。
最近有一只动态的事情对客家人来讲，就讲客天台。讲客电台，讲客电台，客家青春院嘛，其实冇乜解，就是客家话呢。对，这个样的用新的方式去老天台，讲客天台的形式结构，韩国讲客天台的内容就上瘾，变到后生人上爱底个。哇，那件事情真一点难，真一点难。但是不做又不行了，冇做又做唔得了。家太也看到一个团 VCR， 其实就係國生泰國佢度錄音間底俾老觀眾互動的一種感覺。其實我對錄音間有隻當強的印象就 air on air， 我來用到英文時候，是一燈一亮，馬該就變成嗓音。嘿，那件事情還是都當微妙對我來講。國生泰國我想做馬該新形態的節目嘛。我可能比較未來啦，即個比較想要做嘅節目，有可能就係旅遊嗰邊有心靈節目啦。心靈，係心靈成長嘅部分，因為我對差唔多10多年前啊，我有接觸一種嘅心靈的一個課程哦，挺久嘅時間呢，而且這個是也要感謝林昌生林先生哦，也是主持嘅節目哈。我主持節目呢，就係也是受他肯定，終於有啲機會睇啲用中廣做研究的時間咯。那麼其實，在那幾年當中，我成長很多，我其實我當好奇呢，就講你用天台的方式，用廣播的方式，去做旅遊節目，我又看唔到嘅相片，又看唔到嘅錄像。就躺下山一講那邊後山後水，那邊的霧給到一角，那邊的林動和藹，那邊的食物又好食嘞。你有辦法用嗓音來說服你講，你係一個旅行節目。我們不一定要有所謂的聞得到香味，你要去形容那香氣是怎麼樣啊？就像我哋批到一啲之前才被咪頭啊，說唉好朋友啊。人家批到一啲意大利一啲面哈，那叫什麼醬啊哈，青醬意大利面講，就是喺香港咧哈，客家呀七層茶杯米頭，瓊瑤雖然兩個是不同的一個東西，有一點點些微的差別，但是你又對講出來的米頭，它有很美愛，就是我們要懂得如何把這個原本聞到的味道。跟我們所熟悉感的味道做結合啦，用一種聲音的表情方式，幫你去談到講，哇，你隻聲音原來係像安尼嘅馬該咪頭啊樣，用對比的類比的方式，幫給聽眾談到，所以國生泰國沒有做這種聲音表演的訓練。聲音表演這個平時要練習。有種我有時睇錄那個兒童廣播劇，兒童也是我。拿金鐘拿3座的這個的部分，那你有時冇可能，因為錄音室塞得下這麼多你講的配音人員嘛，有時3張音樂可能演出10幾個人的角色，有時講，高哥你好，最近好不好啊？他說，我還不錯啦，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嗓音就印證了這樣。有時還會演大野狼啊，如果。你來啦！你就是不停的你應用嗓音來對呀，咁如果你冇看過，人哋講咁人哋認得做嘛？瘋了嘛？對，就叫你見到不看到地方按講法冇聽到嗓音，就是可能會真嘅唔知下對做乜嘢呢？但是喺地方演出就一聽到加中人講一種熊的感覺，你要想象熊是什麼樣子的感覺，你要想象大野狼是什麼樣子的感覺，一種表演的方式。係啊，剛剛談到很多，你講到同關鍵的一集講，國生泰國做很多兒童節目，因為拿到很多獎那種，做啲兒童的廣播節目，很多見到你有乜嘅感慨嗎？我感覺最大的感慨就是家長某一時間。皮這個聲音你去聽節目，因為聲音冇可能這個打開收音機去看，你去聽節目嘛，因為把選一個頻道嘛，它不像說電視，你都得
一台，听一台，听一多台哈，这个做的去线嘛。可是广播没有啊，它不可能去记你的频率是 FM 多少啊，对不对？那所以变成爸爸妈妈相对伊个是也在生意的成长过程当中某一批亚团时间，相对的，其实我看到的一个未来现象，拢应该老的未来生意也唔会讲有时间平去那家去聊去那家去搞去那家去做嘛事情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应的世界啦，包括你讲教育的问题啊、教育啊、陪伴小朋友成长，其实也都一样。其实转过来当中有一个关键字很多声音陪伴的了。声音陪伴。声音陪伴哈，所以咧就关键字变成讲，迄一只当中有的重点，对于安尼广播来讲，就因为有咧只声音的陪伴，佢做展演出当多新的关系。错。主持人老听众的关系。不卡底包太年老细年的关系，因为全部用一种声音陪伴的方式，来综合一个广播安样的媒介了。错，所以所以我讲啊，这个做节目可能因为导演讲，做安插吼，怎么做的这么杂？又有做银发族，又有做亚的健康，又有做旅游，又有做儿童，那你怎么去切割自己的角色？我想讲，这个要做亚的节目之前哈。自己要先很清楚，我有时候可能一天要录3个不同节目，你就要把自己的角色切回去，对，切回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做的节目形态越抖哈，可能全家人收听的机会是越大。我讲到咧啊，我知道因为最近有一只动态的事情对客家人来讲，就讲客天台讲客电台，讲客电台，其实讲客电台其实係一隻新的尝试。我唔知講客電台呢隻平台老國生泰國咧下有接觸冇？太體接觸的情況有係兩版年嚟了。因為我第一擺接觸就係合肥飛有請人嚟也等人哈，去一家去談伊嚟講，一下有咩規劃啊？哈，有什麼規劃？那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建議？希望講用去形成所謂的未來的客家。在語言文化啦、藝術各方面嘅影響力啦，或者是來部一黨人來談人嘅客家嘅講課嘅節目嘅天台啊。那其實幾多可能我哋開會嘅時間有分咗差唔多2篇無腔嘅聲音咧。2個，我好奇稍問一下，反正圖兩個一定要問一下。有可能你感覺講50歲以上嘅也都咧我們的前輩哈，佢哋希望講最好有咧相關的咧經費啊哈，做到來外包給有我哋長期為客家服務努力按多年的一個天台啦哈，來負責做一個節目，好，咁當然啊，對我哋差唔多終身的我卡在中間嘛，哈，終身但我哋希望講，但是全部用我哋的方式，那跟之前的操作沒什麼兩樣，冇改變的嘛，冇變化嘛，而且完完全全有某一考慮到網絡的這個區塊，然後感覺又比較可惜，而且所謂的傳承、所謂的延續、所謂的扎根，不是往上哦。而是要往下，往下的話，漳州的部分年輕一輩能夠接續上來嘛？你看各種政黨也傾用啊，為什麼你會發現說天王之後為什麼都是沒有人？因為天王光芒蓋掉了所有下面的人，當然就沒有所謂的接棒人的出現了。剛才你做天台人也傾用啊，你希望講未來的世界是我們要交付給更年輕、更小的這些年輕朋友啊！你漳州的畢了看到希望啊！如果我們一直在，他們永遠在我們的羽翼下成長，他永遠看不到天上到底這個天空，我看不到陽光哦，我永遠看到都是你的胳肢窩啊！怎麼？客家青春嘅嘛，其實冇乜嘅，就是客家話呢。對。其實按你哋講嘅呢個東西係是是親家嘅東西，所以有因為到講客天台，佢就係專門專心圖嘅想，另外留客家話、客家語言，去用聲音去傳遞一個平台。其實
比网络也好，比电视也好，可能佢还那专注读声音那件事情。声音啊，语言也得好。对，所以变成讲，刚好天台来看，一只电台吼，迄佢做出一只全新的风貌，特别甲国生太国讲的，其实我同认同。冇办法影响等做喺天台听听，因为咧有想年纪接触天台的方式，可能还要透过网络，透过其他东西，这个样的用新的方式去留天台，教学天台的形式结构，韩国教学天台的内容做声音，变到有想年上的底。哇，那件事情真一定难，真嘅当难。但是不做又不行了，冇做又做唔得啦。所以俺是想讲下天台，其实就做俺的也咧儿童节目，其实你讲，一里通，万里永嘛哈，一里通万里就通了，就等于说，就像做儿童节目，唔係全部拢做無嘢咧聲音堂。一聽到爸爸媽媽太硬愛皮等，吼，俺哋也咧做也咧講課電台也傾用，可能就俺哋也咧這個爸爸媽媽啦，吼，俺哋長輩啊，一聽愛睇無較清亮，愛讀聲音講下花，冇去配合到聲音要講國語，去改變自己。一點重要，一點重要。所以各位觀眾，今日安尼請到國生太過來談哦。當然，啱先我哋談到嘅講下天台，我知道其實係當中因為就老客家話嘅聲音有關係一隻天台。未來會發展到呢，其實我哋唔掂。不過大深度方就希望講咧天台做得變到講越來越多青年嘅後生年會想去老垃圾路大學來去談一地方嘅節目。所以我是今日老國生太個談到了點起我這個新都方最近老客家有關的地方這個會受過較注意的一件事情。當然今日同歡喜因為國生太個來的關係，我們好多同道。原來天台你行出來開始行出來好像安之這就會謝謝國生大哥來到呢個節目，然後大家分享可能平常時你某一天會談到。某一天我看到的天台的人生謝謝國生大哥希望還有機會將一年天台地方去上節目，看來這個聲音做得傳出某個東西來。好啊，跟着我們一起走入人群。國生太哥係隻從未來到現代的機器人，佢發明一個車。一方面，這個目的係用聲音來照顧人、陪伴人。這個聲音聽起來就像一隻醫生同佢講話。遇到有需要的人，佢就會偷偷地鑽到空氣裡邊，走到那個啥義工度後來講，放心，未來冇問題。親愛的係一隻聲音的機器人，永遠就唔會冇天。